来继续来到台中市，有20外个家长出面来指控，讲某一间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性侵学生，至少有25个学生来受害。家长痛骂讲，这个教练早伫101年就强制威胁的前科，为什么阁会当到学校做教练呢？台中市教育局讲，当时聘请教练的时阵，这个系统并无注明不适任。是一直到110年，学校的系统甲法务部整合才有注明。可能是学校无定期来查询，才会无发现，会来追究到相关的责任。当我知道我的孩子也是深陷其中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过，我很自责。囡仔叫教练性侵，学生家长开记者会，话讲到一半，目屎就擦擦地，因无法度接受，甲囡仔送到学校参加棒球队，却受到这款的糟蹋，甚至叫教练翕做影片，存伫咧手机内底。手提奖杯，穿球队制服的查甫人，就是司法国小棒球队的教练，捌伫咧比赛内底摕到最佳教练。即马说服20多位家长报案控诉，指控伊就是性侵棒球队学生的小弟哥。警察调查这个教练，伫咧108年未来到国小教，担任招聘教练，直到113年之间，小刷甲球队内底国小2年啊到国小6年啊的同学性侵，5年之间受害囡仔上少20多位人。深头有学生家长先报警，警察调看教练的手机啊，才为手机啊内底影片发现，阁有其他学生受害。直到警察通知因的家长，家长才知影讲，家己的囡仔嘛是受害者。然后后来又转接到妇幼队去看到影片，然后才知道是自己的小孩。为什么我把孩子送到学校的环境，但是学校的单位却不能保护我的孩子？韩国怪是，这个防指控性侵的教练，早就一个101年就强制威胁案的前科，当时被判假罪5年。学校嘛是伫咧家长控诉了后，才知影这件代志。所以在第一时间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就请他不要来。有性侵前科的教练，煞搁伫咧学校内底教，家长拢无法度接受。学校有查询相关的一个系统部分。但是因为那个系统目前那时候并没有注记这位教练是不适任的名单。市府解释，108年系统无写这个教练的前科，直到110年系统和法务部整合，才有资料通查。可能是学校无定期查询，因会继续追究相关责任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听到这件代志，贵宾中落入来，嘛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。因为我们怀疑受害的可能不止20几位，因为他任教期间就我们初步的一个查，应该有接触过100位的学童，所以我们要扩大调查。即马这个教练已经伫咧11月底去法院收押，敢有其他受害学生，检方会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